露丝兰。对。现在是露丝兰这个和这个马格米德他们之间的比赛是应该都是这个这个俄罗斯的选手之前的俄罗斯的选手，这个露丝兰呢是来自土库曼斯坦，马格米德是来自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同样热烈的掌声！刚才这个探险比赛这如此激烈，咱们中国选手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相当好，而且是七肘拳的运用都好极了，是吧？腿上一般，但是这是小拳到分治手套，两个人呢应该是这个都是 CKF 的首战是一场遭遇战。红方选手露丝兰是28岁，1.80米。 对体重70公斤，黑方选手的马格米德的是俄罗斯选手，对，两个人的身高一样，一模一样说起来都是前苏联的，是吧？也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打得更亲切一些，对从长相上看就是上来就要摔这两个估计会在地面战上会要展现一番。 露丝兰呢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但是呢，他应该是在这个西安体院在学习。他在这个西安体院进行了学习吗？他是一直在边角他算是留学生吗？不是，这是这个应该是。我们露丝兰他这个摔跤的能力还是不错他把这个俄罗斯选手很轻松的这个第一回合摔倒。 现在这个俄罗斯选手，你看他这个推头刚才推头，包括现在这个全防手都是漂亮，还是他在地面地面技术有的是吧？这两个人的这个能力非常好，非常漂亮。这个翻过来你看他这个是刚才用了一个这摆脱动作。这两个人要打缠斗打地面这个我最喜欢看就是这个又回到你那个朗利斯了，朗利斯国际酒店去了。而且这两个人的这个应该缠斗能力上面是棋逢对手都是有储备。两个人上来也没有废话对，直接一见面就咱们到地下再说吧，是吧？打了一场就是几乎打的都是缠斗。这两个人的摔跤的能力施老师都是非常好。你看他们的很多你看他这个看手这些动作是吧非常标准包括他头的位置。现在的这个露丝兰他的这个头顶在对方的下巴这个位置。双方两个这么大的个子这么好的肌肉上来就论摔跤，好样的，给咱们真好把这个 CKF 的这个比赛越来越摔和拿就缠斗，我们讲缠斗。像他这个顶大腿也是很厉害的呀，这个顶大腿这个疼痛感是非常强的。他呢就是顶在这个膝盖上边这一点就是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砍腿的那个，基本上往这个位置砍。对。现在你看在这个选手中间，砍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是踢腿。只是听响，其实他这个杀伤力太弱了。是。目前这个红方这个露丝兰还是略占上风的呀，是吧他在这个小打击不断，对吧？这个呢，其实对对方的这个腿的杀伤力是有的。对方要想做一个内骨。从目前这个形势发展看。这一回合将会在这种这个抱缠中间会过一遍，两个人的体力在这里头可以消耗50%，是到第二回合呢见分晓。这两个人我觉得都没有打这个站立的意思，对，都想摔倒对手。一家人嘛，互相了解是吧？这一见面先抱一会儿各种亲吻，各种这个亲切姿势都摆一遍。摆了以后呢，咱们第二回合估计要见分晓。这时候力量太足，不好做动作，而且是防守都太机灵了。这个防守漂亮这两个小拳是沾光的。我们管这个叫 dirty boxing， 其实就是拳击里面的这个上勾。
拳击里面是类似于这个小的有点脏的动作，这个小犯规的动作。啊，在搂抱的时候的话，去打上勾打对方，但在 MMA 里面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术。所以现在呢，这个俄罗斯选手啊，现在用左手就抓住对方手腕，啊，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应该让双方分开，没有动作。漂亮呀，这个直拳打得很漂亮的，啊，看来是亲热够了，又开始进入地面战，站立战。在这卢斯兰啊，这个拳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他比俄罗斯这个选手啊要好一些，是吧哈？他从报价上一直到出拳的协调性上都好。对啊，刚才这一脚踢的太业余了，刚才这一脚。俄罗斯啊，这个他的拳呢，就是他们的拳就是重。哦，这个是不可以手抓围栏的啊，这是犯规。不要倒，不要倒。啊，又拉绳了，这现在又拉绳了。啊，一回合结束。啊，第一回合明显的红方的这个卢斯兰呢是占有优势的，是吧？他呢，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再多打一点的这个站立啊，站立上面稍微去再杀伤对手一下。刚才哈，他那个在抱缠中间那个腿，用膝盖撞击对方那个大腿，包括他刚才那几个勾拳，打的还是很有效果的。是，他的这个技术啊更全面，要比这个俄罗斯选手。啊，今天咱这个举牌小姐也换人了。是。一直是由那个俄罗斯那个小妞是安娜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美女啊，那个有点像那个南美那样的黑黑的那个。这个今天呢是一律换上中式的，也挺好的，是吧？这个以后啊，我想咱们那个 CKF 这个举牌啊，也要有一个这个很多这个标志性的，不同于普通拳击的那种举牌这个动作。啊，这个赵老师帮他们设计设计，是吧？赵老师这个我不擅长。裁判呢还是要去提醒一下双方啊，就是他双方在围栏边不要去用手去挂围栏。从今天这个比赛这个赛场那个把控看啊，咱们那个裁判，也就是确实是越来越老练了。对，你看今天这个段辉东裁判，在今天这个处理这个情况的时候还是很到位的，是吧？很到位的。这个就是咱们 CKF 赛场上面，我觉得就不是身经百战了，而是几百战。真是身经几百战了。这个和咱们当时在前安打比赛的时候，漂亮，哎，还是不一样的。哎呀，啊，有断头台的意思啊。哎，真像你说的，确实是两个人的摔跤两个人的地面技还都是不错的。是。这个卢斯兰啊，这个能力是不错的啊，他其实应该多打站立。这个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卢斯兰有这个 KO 这个 KO 或降服这个啊，这是啊马格米德的意思啊。哎，他用这样的，你看他用这个撑着他，使他这个腿部攻击是少挨了好多。现在这个赛场上呀，不管是现在你这个 CKF 也好，武林风啊，这个路德呀，包括这个昆仑决呀，这个来自前苏联的选手呀，还是整体实力还是很厉害的，是吧？哈，整体厉害。就是说这个好，整体的能力都不俗啊。哎，对，而且很全面，就是说有这个运动员啊，就是短板比较明显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是的，啊，比较全面一些，比较全面。哎呀，这就能翻过来。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卢斯兰这个力量真足啊！这个位置就很尴尬了啊，逃出来了，漂亮。他这个卢斯兰这个持有力也行，爆发力也行。你看在那个很不利的情况下，是他突然一爆发就能出来。
对这个70公斤啊，这个级别的话，这个陆次郎，我觉得他的这个素质非常好啊。哦，你看这个背阔肌，这个三头肌多漂亮，真是厉害。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欧洲运动员的上肢力量哈？这个肌肉非常漂亮哈。你看这种肌肉的线条，这都是经过这长期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这个维度啊。可是你看下肢都偏小。是啊，下俄罗斯选手这几个选手都是这样的啊，就可能啊，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咱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去过看过他们的训练哈。啊，我给我感觉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俄罗斯啊，他比如说他站立的话，他拳击的话，他也很流行啊。你要是说摔跤也很流行，对吧？柔道也很流行，然后呢，桑博也很流行。所以说桑博的话呢，很多的桑博选手转型打 MMA 啊，就是非常的容易。啊，桑博几乎就像穿着一个道服的，就是一个像马甲那样衣服啊、短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MMA 比赛，其实。啊，桑博当然有2种的，一种就是竞技桑博，一种是战斗桑博。对。竞技桑博的话就是不带击打。啊，战斗桑博就可以击打，就非常类似 MMA 了。国外的这种比赛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比赛的规则啊，很有意思啊。是。你看那个空手道那个比赛，对，非常的讲理啊。这个拳头要有，打的要有力度，又要不真实的打中，只打到脸前就要停下来。哦，三角锁。这个锁能锁。现在呢，这个对手的头很高。哦，这下危险了，这不能进去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做成了。哎呀，做成了！啊，到底是想，我想着是这场比赛是吧？咱们估计第2局都会可能出现这种，KO 和降服的这种。碰上目前我们的这种选手，对他还是很麻烦的。就包括那个南韩的选手，如果对付这个，就会很快就被降服了。我觉得这个对付啊，哈哈，很民族嘛。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啊，红方获胜。啊，下来是一个中。